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台北市动物园的鸟形元宝，今仔日正式甲大家来见面。等半年，总算会当看到这个可爱的元宝，真侪民众头一天就来抢头香。也毋过这个小元宝9点爬起伫茶库架啊面顶耍，因为脚伤短，无法度落来，有一点点仔紧张。讲安尼紧张到尾啊，怎困去咯？也就是讲，这早起开始来见客小元宝，精神的时间只有10分钟，其他的时间拢是嗷嗷大困。这一天就爱困16点钟的元宝，大家若想要看到伊咧活动，佫真正就爱运气啊运气。好久才会醒过来，1年。嘛无遮够困啦，毋过是真正有够爱困。今仔日是元宝甲妈妈和大家见面的头一天，元宝豆豆爬起伫树仔顶头，毋过煞拄着人生上大的困难，爬起哩，毋过煞无法度落来。伫遐海来海去，毋过煞直接放弃。小元宝是惊甲直接伫树仔顶困去啊，就干那清醒10分钟。元宝虽困去完全无震动，毋过困去是困去，搁知影爱换边困，头型才会好看。小元宝第一天和大家hello，就吸引真侪人来翕相。小元宝应该是食果水大汉的头香，因为等你们新闻爆出去以后，这边就不可能看这么久了，就一定会一直说往前走，往前走。但我们现在已经看了10分钟，所以一定要第一天来。会爬上爬下，那也有可能就是爬上比较高的栖架，它的个性跟姐姐略有不同，就是姐姐在探索环境的时候，她感冒的风险好像比元宝要再大一点点。小小的元宝一天有16点钟拢咧困，这是伊独家168生存法。想要看伊清醒，搁爱运气真好，毕竟伊阁是一位囡仔，加困一暝大一寸。